醒了，我死了，死了，都让龙蝎炸成筛子了，再不死也说不过去。那我岂不是得跟您一样一直待在这儿了？跟我待在这儿有什么不好？我可以教你斗气吗？我死都死了，我还学什么斗气啊？我就想教你，怎么样啊？我感觉我没死啊。你小子发达了，这么满满一大池的筑基灵液，外面人看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只有我老人家会对你这么好。这些都是筑基灵液。嗯。你呢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磕头行拜师礼。我呢，就勉为其难，指点你一下。我不要拜你为师。为什么？我都答应教你了，你磕个头很难吗？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拜我为师啊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一旦拜了你为师，那我一见到你就得给你磕头作揖，这种事儿我可不做。那我没有师徒关系，我又教你，我们两个算什么？算合伙。合伙？对啊，你想想，你传我斗技和功法，我呢帮你报仇，你出技术，我出人，咱俩是绝对公平的关系，怎么样？你爹把你搁药铺还真是搁对了，做买卖是一把好手。本来就是，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？在。但是如果你学艺不精，玷污师门，那我岂不是要跟着丢人？所以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学斗气这件事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许顶嘴，不许反抗。我该打打，该骂骂。你要是抵受不住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绝不后悔。我们萧家一向都是诚信待人，一诺千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人的根在哪儿？根脚下。开口就错。一般人的根在下，修行者的根在上，虚空之处。你把意念集中在这儿，让筑基灵液灌满你的全身。怎么灌啊？闭嘴，好好练吧。废话真多。师爷爷，我一定会练成的。斗气大陆一共有23种力，都是斗帝的精气所化，散布在23个不同的地方。我的异火叫古灵冷火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想学啊，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。怎么看？试着把你的斗之气集中在右手的手指指尖。我当死我了！有一点点天赋。我也可以变火。8级崩，玄阶高级。这套斗技入门容易，但随着斗气的提升，甚至可以和地阶斗技相抗衡。8级崩，暗含8种暗力，8重叠加。
威力不可思议。萧炎，你怎么搞的？一桶水都看不住，赶紧擦干净。哎，我说萧炎，听说最近你在偷学五行拳，怎么样？比试比试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有本事找魂殿打去啊！哎，我说萧炎，总指望让女孩保护你，是不是太窝囊了？萧炎哥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没事的，铜本就是我自己打翻的。聚灵草水没了，我回店里再泡。萧炎哥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没事儿，练你的。每次就差这一点点。不要那么贪心，这么一点点抵得上外面很多年了。我听说血灵虫对练功有奇效，是吧？这我知道，但怕你抵受不住。来吧。血灵虫可以快速打通经脉，筑基灵液可以提升斗之气的等级，而聚气散可以帮助气血凝结。3种搭配使用，助你早日成为斗者。血灵虫一旦开始使用，不可中途停止修炼。穿过的时候，有如万箭穿心，烈火烧身。一旦开始使用，中途不可以停止修炼。否则虫子停留在你身体里，把你内脏吃光，那你就没命了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疼啊！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疼啊！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仔细想一想，像你这样一直动，虫子会把你内脏吃光的。我回去睡觉了，一宿宿陪你练，对我身体不好。这样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修炼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睡了多久？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。是啊，纳戒里的时间流动要比外面慢。你想，
我在这里沉睡100年，对你来说却只有7年。7年了，我终于成斗者了。喂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好，臭小子，果然有天赋啊！请，请，今年是考生的大比之年，迦南学院的3位长老特意到我们萧家斗技馆来看望大家，这是我们萧家的荣幸。我来给大家一一介绍啊。迦南学院的长老星陨阁现任阁主韩风先生，迦南学院的长老葛叶先生，迦南学院的导师若琳。见过3位导师。我们萧家呢一直遵循古训，只教授斗之气和5行拳。等他们真正的考上了迦南学院，成为一名斗者的时候，我们萧家的斗技阁呢才向他们开放，按照他们个人的爱好和习惯去学习斗技功法。如果现在就学斗技功法，将来恐怕是会花拳绣腿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肖组长说的在理啊，我们这一路招生过来，看了太多的孩子，他们年纪小小的，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了一批斗技功法，结果基本功练得不扎实，还练了一身坏毛病，将来恐怕都很难再教了。肖组长，请问你的儿子哪儿去了？我可听说他是乌坦城很有名的天才少年呐。我那个儿子花拳绣腿，很不争气，这么多年，斗志气倒退了不少。我看他不是这个材料，所以就让他到药铺当个学徒。好，那个萧炎，见过3位长老。见过3位长老。长得真的像古师姐。你不知道，我跟你娘韩长老啊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见她想起故人来了。筋骨是软了一些。各位长老，我们到前面看看。好，好，来。
恐怕你这小伙计当不久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想办法考进迦南学院。我是想考进迦南学院，可是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因为我没想到韩风也进了迦南学院。韩风，我娘的那个师弟。当年魂殿决战，真正背叛队伍、重伤我的就是他。害死我娘，害死你的人就是他。快跑！快跑！快！要不是我让你娘先把星宇阁的宝藏搬起来，那些斗技功法落在他的手上，那可真是助纣为虐。他现在已经是星宇阁的阁主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宝藏，找到我。那我们不是更应该离他远一点吗？要是进了迦南学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替我报仇，替你娘报仇，见到仇人就躲，那我们还报什么仇？我不知道韩风后面要干嘛。他进迦南学院是奉了魂殿什么命令？又想怎么对付五大家族？如果你不接近他，那我们怎么知道？可是我现在才刚刚进阶，怎么考？把你的八极崩练成，够你用的。行礼。开始。请萧家萧薰儿上场。小心一点。萧薰儿胜。好啊，星儿。下一轮比赛由萧家的萧宁对战加里奥，加油！云岚宗加里奥获胜，萧家子弟想要晋级，本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萧家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爹，让我试一下吧。送你的水捣什么乱？能让我试一下吧？这个时候你就别，你听见没有？也许打不过，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，萧家按比赛流程打完了全场，
不会轻易认输。萧家还有没有应战的？萧家弟子萧炎应战。不让我上去吧？可不是嘛！他好久没有练过功了。族长，咱能不丢这个人吗？像你这样才丢人。听说这小子已经荒废7年了，跑到药铺里铡草去了。萧家为了充数，送个人肉布袋给你打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准备。开始！萧炎胜！萧炎哥哥真棒！现在，3个赛场所有的晋级名单已出，开始进入第2轮学院排名赛。只要打进前15名的子弟，均可获得进入迦南学院学习的资格。下一场，萧炎对纳兰嫣然。族长，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内院弟子，据说已经晋升为斗者，斗气星级最高。哎，这不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？族长，这纳兰杰一定是在搞鬼呀！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，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嘛！你打不赢他。纳兰嫣然，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，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。这是我跟萧炎的事，这一场该我跟萧炎打。规则上说了，进了前15名就可以进迦南学院。我也姓萧，我也想进迦南学院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啊？来啊！纳兰嫣然，别在这装好人了，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。嫣然，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萧炎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萧炎？来，少爷。大笨蛋，你替我扛什么？没事的，萱儿，我要疗伤，你帮我护法。
下一场，云岚宗云阵对萧家萧可。慢点，慢点。最后一场排名赛开始，云岚宗云阵对阵萧家子弟。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哎，小爷。这不可能！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通过自我疗伤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而且斗之气还这么高。云阵是我云岚宗的5星斗者，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之气只有3段的小子。此次结果，我看有误。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。萧炎，你的斗气突增，绝非常态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私底下用了什么禁药了？测他的斗气，就知道了。测他的斗气，测斗气，测斗气。你们4个得到了迦南学院的入学资格。按照萧家的传统，给你们开放斗技阁。每一个功法和斗技的卷轴，由高到低分别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，被不同的封印保护起来。你们要用自己的能力打开封印。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级别越高，它的威力就越大。封印的反制力量越危险，如果攻不破的话，只有空手而归了。
阶斗技。乖乖，这也太厉害了！玄阶高级斗技厌反击。仙人哥哥，这个斗技我们都可以学。这是你的斗技。你以为打开斗技阁的封印都这么简单吗？进来前，爹告诉我解开封印的方法。他说，这算是送我的一个礼物。既然是爹给你的，那你就好好收着吧。我自己的斗技呢，我自己会去争取。没事吧？啊！来，怎么样？泉州拿到了吗？爹，仙人哥哥还在里面吗？是啊。药老，只剩半炷香时间了，到底在哪儿啊？就是这里。3000雷动，地阶中阶。药老，你要我死啊？其他的收藏不值得我们费力气。这还只是一个残卷，有这么厉害？3000雷动，天阶斗技，900年前由风雷阁祖师所创，一直是镇阁之宝。后来，风雷阁被加玛帝国雇佣，对抗上古邪恶势力血宗，拼到你死我活，同归于尽。这3000雷动就被抢去了一半。本来以为这半卷风云流散，没想到却在你们萧家手里。这次遇上，无论如何都要拿下。就算因为残破被当作地阶斗技，那也是相当难得的宝。还有，我知道另外一半的下落。好，既然这么珍贵，就听你的了。这个臭小子胆子真大，地界斗技他还敢碰。哼！够狠的呀！还记得我教你测试炼药的方法吗？你是说凝聚斗气，生出斗气之火？封印之火是高手灌注斗气后所化。现在你试着把它反过来想，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空洞，双手就是你唯一的入口。集中精神，试着把火焰吸入你的身体。这个就是吸字诀。疼！药老，尽管吸，我来化解。没问题。
行啦，星儿，你再晚点出来，就变成烤猪了。卷轴被爹拿走了，他是怕你伤心。怎么了？那卷轴只有一半，你出来的时候脸黑乎乎的，头发衣服都烧着了。萧宁那帮人啊，笑得肚皮都快笑破了。笑呗，一半就一半，我乐意。我跟你关系不错吧？说，你斗气哪儿学的？我爹教你的？不会啊，他每天打算盘打到半夜。那谁教你的？哎，你们每天在斗技馆学，我也有在看啊。我每天在斗技馆学，也没有见过这么大五行拳的呀。再说你这么短时间长那么多级斗气，谁先教你的呀？再不说我生气了。我怎么说？啊？我不能骗薰儿啊！我怎么说？我是说，什么？照实说。照实说。是这样的，我这个戒指里面呢住了一个绝世高手，是我娘死去很多年的师傅。我平时啊就钻到这个戒指里面去练功。我看你是被烧糊涂了吧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戒指里面有好大一片山，好大一片瀑布，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丹药，我绝对没有骗你，真的。我还说我的耳环里有耳环精呢，你相信吗？薰儿，我不是在逗你玩，我是跟你认真的。我才不相信！你不说拉倒，我也不想知道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的。但是我相信你是一个天才，将来会让所有人都仰视你的。薰儿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的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那样了。还好一直都有你陪着我。小的时候啊，我身体不好，每天晚上都有人进我房间，给我传输斗之气，帮我温润经脉。弄得自己满头大汗的，你说他是谁啊？我爹说了，等你醒了就去内院找他。好。爹，为什么要拿这个？因为它是地阶斗技啊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为什么不拿天阶斗技？天阶斗技，我怕我……怕什么？爹，怎么了？你拿的这个是3000雷动，本来是天阶斗技。因为是个残卷，降为地阶，另外一半现在在魂殿爪牙血宗手里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拿它？去拿一个斗技阁最阴暗的地方的地阶终极斗技，为什么？你的主子觊觎这套天阶斗技吗？主子？什么主子？我就是运气好。运气好？哼！在1个月之内，斗之气升了7段，斗气旋凝结得很扎实，8级崩打得也很好。今天还破了封印，拿到了天阶斗技的残卷。这么多的好运气突然落在一个人身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谁在教你功夫？儿子，
一个人可以没有本事，但是不能没有骨头。起来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爹，八级棒！星陨阁的技法，你娘没教过你这功夫？我娘是没教过我，可她给我留下了好多东西。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听到了没有？是。爹，你要把我吓死了！你才把你爹吓死了呢。1个月，提升7段斗之气，成为斗者。8级崩差点把你爹打死。怎么样？求学之路，你确定了吗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进迦南学院，我要变强，我要打败纳兰嫣然，我要给娘报仇，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求学之路漫漫，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。长大了，换个发型吧。你就要去了，爹把萧家祖传的6字真言传给你好吗？爹，打不过快点跑。迦南学院是整个斗气大陆的最高学府，1000年前由斗帝创立，每一年斗气大陆上各地被选拔出来的优秀学子长途跋涉，来迦南求学深造，要为娘报仇，向5大家族讨回公道，还有和纳兰嫣然的森林之约。到迦南学习，是我必须走出的第一步。我满心喜悦地出发，可又怎能想到，就连走进迦南学院的大门，都那么的艰难。跟紧点儿，都跟上了。准备扎营，开饭。能量符是迦南学院的货币，在学院里，想要改善伙食、炼取丹药，或是在特殊的修炼室提升技能的话，都要用到它。第1个月，每个人10枚。若是弄丢的话，在学院里就只能当乞丐了。穿过前面的黑角域森林，就是学院了。学院有一个传统，每一个入学的新生都要经过一次试炼。接下来的路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这丛林试炼也是你们入校的第一课，你们要想尽办法的闯过去。会有导师在暗中看顾你们的。哦，真奇怪，说走就走啊。是啊，试炼，也不知道这个森林里有什么。
没事吧？哎，有没有事？摔得那么惨，里面有魔兽啊！学院里会有魔兽？那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慢慢说。谁打的你？我刚进去就被一群老生把能量符给抢了。他们说新生挨打加挨抢，这就是失恋。你说抢就抢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没事。他们有多少人？用的是什么斗气？我还什么都没看清，就被打飞了。昊天呢？坏了，刚刚昊天说拉肚子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啊！怎么样？招出来！招出来！干什么啊？招出来！拿来！看什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上面有人，是学院里的人。等到了学院，狠狠的告你们一状。拿过来！大哥，
有话好好说。告我？没有。小子，把杨老夫拿出来。没有。没有？哎，你干嘛？走。太危险了！是啊，吓死了都。太倒霉了，年年来报道，年年都要回家，什么破学校！不念，回家做买卖去。这都第3次了，前2次能量符被抢光，被迫退学。唉，新生穿过黑角域森林，就会被淘汰1/3。就算过了试炼，能量符被抢得一干二净，没有饭吃，换不了丹药，修炼强度又高，铁做的人都会累垮，而且1个月之后还会淘汰1/3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这群人当中，只有一小部分能真正在迦南学院留下来？啊，就一小部分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炼药系的学生吗？难道你也要跟着上？我只有2段斗之气。2段斗之气，你怎么考进来的？真像你白天喊的那样，你家里面有关系？我那是吓唬他们的。哎，我就是懂药方啊，没有我不懂的药方，所以我是特招进来的。但是学院要遴选最优秀的斗者，每一届都要淘汰2/3的新生。最好的学校呢，当然只有最好的斗者才能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谁呀你？我爹娘曾经参加过远征魂殿的大战，全都有去无回。我从小跟着舅舅在魔兽山脉的佣兵团里长大，做了7年的魔兽猎人，今年才考进学校。中勇之后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这些老生欺负？他们呀，除了抢我们能量符去挥霍，根本不管咱们是否能熬得过去。大家都别泄气啊，将来都是当斗者的人，这才刚开始呢，自暴自弃又有什么用？轩儿说的对，我们呀，不能这样逆来顺受。谁说新生一定要输给老生的？总之，遇到强手，坐着等死，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斗者。自从建校以来，就没听说过新生打败过老生。那是以前，不是现在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现在要么就灰溜溜的回家，要么我们就拼一把。拼了！对，拼了！打不过又怎么办？岂不是白遭罪？我们有这么多人，一定会有办法。这样吧，大家都说一下自己有什么特长。我会围捕魔兽，会做陷阱。我能刺探消息。刺探消息？你什么来头？我嘛，孤儿一个，天生地养。别说别人了，你呢？我懂得很多草药，能行吗？当然能行了，你就做我们的随军医生，负责照顾受伤的学生。好。你们捕猎魔兽的时候，魔兽等级比人高，但你们总能成功，用的是什么法则？知己知彼，找到对方的位置和弱点。对了，你来过这个森林好几次，你记不记得
那些老生的位置。你还说你没用，最有用的就是你了。第一道关口由白城把守，潜伏在深处围攻，大多数人都过不了这一关，一进森林立遭洗劫。这里把守着第二波老生，黑煞雷雄、白煞叶迅，迦南学院强者榜并列第5名。他们2个已经完成了大斗师级别的修炼，如果这一关也能侥幸过去，第3关无论如何也没有希望。第3关，白善，他的实力没有人知道。每年从这儿淘汰的新生，不是断手断脚，就是被吓破了胆，再也不想做斗者了。来，你们看看，这是我婶子亲手酿的葡萄汁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里面加了青灵草和蛇涎果，喝了之后呢，你的斗气会有所增长，这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魔兽山脉里才有的东西。今天不留了，都喝了。好，好。这帮小兔崽子，小杂种！快，有本事把我放下来！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说你呢！小兔崽子，这帮小崽子，爷爷弄死你们！师兄，年纪再大，也是个学生，嘴巴放干净一点。你干嘛呢？干嘛？你们把我烤兔子抢走了，得赔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别跟石头没大没小的，不就是只破兔子吗？就是把我放下去，我给你抓个百八十只。不用了，我们在魔兽山脉打猎那几年，有时候断了粮，就抓个把猎人来烤了吃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他真的是食人族，刚才抓了个老生，生着把胳膊给吃了，太血腥了，我都没敢看。不是我说兄弟，这会要人命的。兄弟，咱们打个商量，头发快着了，那兔子是白城一个人干的，是一个人干的，就把他一个人烤了得了。叛徒，你不讲义气，这真是要出人命的。那你们到底赔不赔林秀雅的兔子？赔，我赔。把他们放下来吧，衣服都给扒了，一件都不要给他们留。秀儿，要不你先回避一下？这女孩子家家的呀，老看这些也不好。放开！放开！干嘛呀你？别扒我衣服啊！对，解开！是这样。哎，行了，不吵了啊，想走。
什么笑？给我们放下来呗！你威风啊！那帮小崽子实在是太狡猾了，打了一辈子鹰，让鹰叼了眼去，倒被新生抢了能量符。一会儿抓住他们，原样拔光，把能量符拿来，大家伙平分。好，听见没啊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你那份儿，哥儿几个当封口费了。不是，大哥，这把他们放下来。快把我放下来！快点儿！还是别笑了。哎，给件衣服穿呗。我没带啊，没带。给件衣服穿，给件衣服穿，不准笑了。笑。大哥，有衣服吗？你不是找件衣服。听见没啊？快点，快点！大家快看，我找到了什么？这些菌在市井里十分难寻，在森林里愣是没人摘。你看，这些洋甘菌，再来条鲜鱼，浓浓的炖上一锅，啊，香啊，香啊！得了吧，等你支上锅，一冒烟，黑白双煞就追过来了。我看呐，这锅汤，咱们谁也喝不上喽。我跟你们说，不用怕，只要那个什么黑白双煞敢来，我们就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看这树桩子没？打完以后马上拔光，绑在这个树桩子上面，看着咱们喝汤。等咱们喝完汤以后呢，每人喂他们一泡尿，抢了他们的能量符，我们就回学校，怎么样？好，好。小燕哥哥，没想到你小心思还挺多的嘛。那是。回家抓鱼去。哎，走喽。抓条大的。好嘞。野哥，雷哥，听听这帮小崽子都是怎么说的。他们说我也就罢了，我辱您二位我可就忍不了了。这兄弟我气得两眼发黑呀。那你下去打呀？不是我当然得听您的了。鱼来喽！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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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你很久了。来了。哇，汤已经煮好了，来给我拿着。你看呢？怎么样？我看没那么简单。那是。他们吃了豹子胆了，敢在森林里点火做饭，像是勾我们出来。这个叫萧炎，诡计多端，咱们可看清楚再出手。手艺不错呀。那当然。以后做饭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你们几个往他们后方运动，一旦出手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哇，超香啊！哎，你先给我尝，先给我尝。哎，给我也尝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魔汤，好香啊！学长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老大，再不让汤就喝没了。是不是？特别好喝。闭嘴，你一边去。给我。来，赶紧尝一尝。我来。好喝。一共500能量符，我拿300，剩下200你们自己分吧。凭什么你一个人拿这么多啊？凭什么？就凭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。什么能量符，肯定被抢得一干二净啊！主意是你出的，可我们大家都出力了。薰儿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啊，我要是多拿了，怎么会少得了你的呢？这不公平，应该按人头均分。这有什么不公平？好了，要不然这样，萧炎拿200张。怎么能这样？就是拿出来！哎，你干嘛？还拔刀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，你们一张能量符都不会有。现在有你们还挑3拣4的啊？是不是？不吃死活的东西！大家都别吵。真是高看他们。